我見到最近巴士安全帶立法嘅烏龍事件呢，突然間諗起早幾年其實印花稅條例都有類似嘅事發生。呢個漏洞帶嚟嘅後果唔止係5000蚊咁簡單啊，隨時係過100萬嘅。當年樓市高企，政府出咗唔同嘅印花稅辣招去遏止炒風，其中一個呢，就係將我哋嘅從價印花稅加到去定率嘅15%。當然，辣招只係想針對炒家，並唔係妨礙香港冇樓嘅人士去上車。所以辣招推出嘅同時，亦都有相對應嘅豁免條例，其中一條呢，就係首次置業。首次置業豁免條例嘅條件係香港永久性居民買樓嗰陣，手頭上並冇其他住宅物業。咁你買新樓嘅印花稅就可以用返以前較低嘅第二標準稅率去計，由最平嘅100蚊去到最高嘅4.25%。喺印花稅條例底下，手頭上冇住宅物業嘅定義呢，係包括你已經同一個準買家簽咗一份買賣合約去賣走你原有嘅物業，咁你就已經算係冇住宅物業喺手，而唔需要等到成個交易完成。所以好多普遍換新樓嘅人士，佢哋都會喺自己已經簽咗買賣合約出售原有物業之後，就去簽買新樓嘅買賣合約。咁佢哋買新樓嘅時候嘅印花稅就可以用首次置業嘅呢個豁免嚟避開唔使用15%去計。以900萬嘅樓為例，15%係135萬，而首次置業就可以用3%去計，即係27萬，相差係去到108萬咁多㗎。但係萬一出售原有物業嘅時候唔係咁順利，你俾個買家撻訂，最後個交易完成唔到，咁我哋要點做呢？如果完成唔到，即係話你有2棟樓喺手，而唔係首次置業，咁係咪好應該將呢個108萬嘅差額補交翻俾稅局呢？當年稅局已經考慮到有咁嘅情況，所以佢寫咗印花稅條例第 29DG 條嚟收翻個差額。前提係要滿足以下4個條件：第一，某人喺買新樓嘅時候已經簽咗一份原協議去處置佢原有嘅物業。第二，如果冇呢份原協議呢，買新樓係要用15% 去計印花稅嘅。第三，喺買咗新物業之後，原協議被取消。同埋第4點，就原協議已繳交嘅印花稅已經退還給某人。就咁睇呢條條例都好合理，原協議被取消，即係仲有樓喺手啦。咁即係買新樓嘅印花稅應該用返15% 去計啦。但係問題就係出喺第4點嗰度。嗱，正常一份交咗10幾萬印花稅嘅買賣合約被取消，正常人都會申請返個退稅㗎。但係如果佢唔申請，咁又點呢？當年就係有一個換樓人士想賣走自己嘅舊樓去買新樓，佢嘅舊樓價值200萬，新樓價值900萬，同頭先計嘅一樣，佢用首次置業嘅原因去交新樓嘅印花稅，佢交咗27萬，但係好不幸地，佢個舊樓買家撻訂唔買，導致到稅局要追返佢108萬嘅印花稅差額。大家聽到嚟呢度，再諗返第 29DG 條嘅4個條件，你有冇發現一個奇怪嘅法律漏洞呢？俾3秒時間大家諗下。冇錯啦，就係頭先講到嘅第4點。如果稅局想追返個差額，前提係呢個人要攞返佢俾人撻訂嗰份買賣合約嘅印花稅退稅，稅局先至可以追嘅。但係以當年嘅印花稅稅率去計，佢個舊樓價值200萬，印花稅只係交咗100蚊。如果你係呢位仁兄，你會唔會想攞返嗰100蚊呢？如果你攞返呢100蚊，你就要補交返108萬喎。其實呢個就係同巴士安全帶條例只適用於新巴士嘅情況一樣，都係一個法律漏洞。立法嘅原意係想節省行政成本。而喺佢立法嗰陣加入呢個條件，其實係好合理嘅。不過要解釋嘅話，其實有少少複雜。如果你哋想聽，就留言話俾我知，我遲啲再拍另一條片同大家講啊。當年有人利用呢個法律漏洞嚟避開唔使交貴嘅印花稅，亦都有人喺冇符合晒所有條件嘅情況下，俾稅局追返個差額，情況都幾混亂。如果當年呢個情況都有發生喺你身上嘅話，你都可以留言喺度同大家分享下㗎。
今集就到呢度啦，我會定期同大家分享一啲香港稅嘅有趣事件。如果想知嘅話，就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ubscribe，記得撳埋個鐘仔啊！下集見。